来看这网红即马嘛要来扣税啊！财政部呢是来发布个人定伫网络发表创作，也是讲分享资讯的这个营业税的规范。只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，也是讲营业牌号，甚至是请人来协助营运等等4项条件之一，安尼就爱来扣营业税。 每种网红或者是直播主会伫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网络平台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。今麦财政部针对常常伫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的个人，也就是俗称的网红，甲利用网红内容播送广告，或者是提供相关附近服务的平台，拢要建立一定的税籍登记甲营业税申报依据。网红他是个人，那个人的部分，他可能有一些他个人受雇提供劳或是一些执行业务所得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只要他 符合我们营业税法的营业人的要件的话，那他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网红经济内所含的这些劳务，都要纳进营业税课税范围。 财政部赋税署表示，境内网红若符合4大条件之一，拢要办理税籍登记、扣营业税，包含伫台湾有实体固定营业场所、有营业牌号，请用人员协助处理销售，甲透过网络销售，登记销售额有达到营业税起扣点。财政部指出，网红达到一定被奖金数，或者受甲平台签合约，为平台摕到分润性质的劳务收入，将做网红平台广告主甲观众4方连结交易，属于 新兴网络交易形态，拢会规范伫扣税性质内底。如果政府在后续在这一块有课税的考量上面，那这个民就只能接受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需求或要求，所以基本上还是会配合办理。 财政部表示，各地区的国税局会积极辅导，考虑新制实施初期，网红甲平台可能对规定无清楚。即麦开始到明年6月底，拢是辅导期，呼吁网红甲平台拢要配合办理，避免违反税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